擺好一個舒服嘅位置，放鬆身體，放鬆手腳，慢慢深呼吸，感覺空氣慢慢進入身體，甚至感覺到一道涼涼地嘅氣體喺你身體中間由上而下落去。試下覺察嗰道氣落到邊個位置，我哋感覺一下，當我哋去到胸腔附近嘅位置，感受一下會唔會周邊嘅肌肉唔覺意係勒緊咗，可唔可以放返鬆佢？想像胸腔肌肉慢慢打開，慢慢放輕，一路落到去你嘅腹部，亦都覺察腹部嘅肌肉位置有冇收緊咗，可唔可以俾佢打返開？當你慢慢呼吸嘅時候，亦都帶動住呢啲位置嘅肌肉慢慢越嚟越鬆開，吸入嘅氣，感覺到佢係越嚟越多，越嚟越寬廣。慢慢試下再吸入個肚，吸氣嘅時候，肚皮擴充，呼氣慢慢收返埋，感覺呼吸嘅時候帶動住你整片身體嘅肌肉，慢慢一升一降，好似波浪咁樣喐動。由你嘅呼吸帶動去按摩身體，慢慢可以轉移去頭頂，先感覺頭皮放鬆。額頭放鬆，眼、耳、口、鼻，連帶兩邊面龐嘅肌肉放鬆，整個頭部都變得越嚟越輕，越嚟越冇咗重量。一路落到去頸部，兩邊膊頭放鬆，我哋放下日常生活嘅所有包袱、重擔、責任，俾膊頭微微向下沉，放鬆兩邊手臂，一路落去手踭、手腕、手掌、手指，整雙手都放鬆晒，一路保持住好緩慢又深長嘅呼吸，慢慢繼續落到去你嘅大髀、膝頭、小腿、腳板、腳趾全部放鬆，成個身體變得輕飄飄、軟腍腍，外界嘅所有繁雜事情
暫時都與我哋無關，彷彿呢個世界只剩下我哋嘅身體。心入面同自己身體講：你好嗎？最近辛苦嗎？開心嗎？我哋感覺一下，有冇邊啲位置係比較唔舒服，甚至痛？我哋試下 focus 喺個位置，心入面同佢講：最近辛苦你啦，請你好好休息，我會好好照顧你。同時亦都感覺嗰個位置嘅肌肉慢慢打開放輕。我哋亦都請愛嘅能量注入呢個位置，最後同佢講：多謝你，我愛你。我哋將注意力帶去全個身體，想象身體每一個細胞，無論現在係咩狀況，由呢一刻開始，都充滿住愛嘅能量，感覺所有嘅細胞都注滿咗粉紅色或者白色或者任何顏色嘅光。全個身體都注滿咗發光、充滿愛嘅細胞，感覺成個身體都變得越嚟越輕，越嚟越舒服，甚至可能有一種通透嘅感覺。我哋可以俾身體一個微笑，同整個身體講：最近辛苦你啦，為我承受咁多情緒壓力，請你好好休息，我會好好照顧你。多謝你，我愛你。慢慢感受呼吸，記住個感覺。我哋隨時都可以返嚟呢個感覺。最後，我哋多謝宇宙，多謝地球，多謝自己，多謝身體，多謝你，我愛你。
大家可以繼續休息。祝福大家永遠都幸福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多謝大家。